圣经故事新旧约，台湾教会公报社印，1954年，伫约旦河受洗礼。耶稣12岁到30岁，拢踮伫拿撒勒。伊的智慧甲年岁若加添，上帝甲人若疼伊，伊就被办出来做上帝按算要爱伊做大的工。无拍算的中间，惊洗礼约翰来伫约旦河前宣传福音。伊一个看见耶稣伫咧听的人的中间，两边停地，对耶稣表敬意讲：“你看，上帝羊羔就是担当世间的罪恶。”迄时，约翰照耶稣本身的要求，因两人就落去约旦河，约翰就甲伊行洗礼。当耶稣对水上来的时，天开，上帝神亲像剪仔降临伫伊的顶面，佮对天有声讲：“这个是我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。”这是表明什么意思？这个耶稣毋是单单是人若定，伊也是上帝。伊常常伫天呢，是上帝的囝，甲爸三角徛起，总是现在临到世间诚做人。所以，伊要行伊的爸拢总的旨意甲工程。上帝的仁爱是何等的大，将伊的囝，就是伊所疼的囝，赏赐世间，诚做上帝羊羔来担当世间的罪。